元婴大能出手，足以毫无痕迹地将以后抹杀。但这万天明偏偏将此布置得华丽堂堂，难道他是在警告，或者挑衅谁？不愧是韩兄，这一路上反常之事和幕后之人，你已经猜得差不多了。只是此等范畴的谋算，已经称得上是神仙打架。似我们这般小小结丹修士，除了干瞪眼，又能做什么？水晶棱柱的可都是元婴修士的精纯法术，放在此处也是浪费。